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 Man 哥音樂頻道，我係 Man 哥，我帶俾你專業、理性、輕鬆嘅音樂分析。今日係2026年6月5日，一個所有資源粉都要 mark 低嘅大日子，因為今晚 Gigi 將會正式登上歌手2026嘅舞台，以幫唱嘉賓嘅身份同台灣情歌王子周興哲合唱《顏色》。由長沙草莓音樂節嘅萬人戶外演出到今晚嘅全國直播舞台 ，Gigi 只係用咗1個禮拜嘅時間，呢個氣勢真係銳不可擋。今日 Man 哥會同大家做一個終極賽前嘅分析，我就會整理各大媒體嘅最新報導、網上嘅熱門討論、聯排嘅現場反饋，仲會同大家講我為 Gigi 有咩擔心，同埋預測今晚嘅表演有咩睇頭。下邊係今晚完整嘅出場順序歌單。Gigi 同周興哲係第5組出場，大約係節目中段，呢個位置剛剛好，觀眾已經熱咗身，但又未攰嘅時候，非常有利。好啦，講完呢個基本資料，我哋睇下最重要嘅嘢，聯排效果。根據參與聯排嘅業內人士響社交平台嘅分享，今次歌手被形容為大超預期啊！開播以嚟最好嘅一次，評語呢就有音樂性嘅回歸，開播以嚟最好嘅一次。呢一期曲風各異，音樂敘事各異，層次非常豐富。重點嚟啦，關於 Gigi 同周興哲嘅顏色，現場嘅評價呢就係好有港樂季嘅舞台，唱俾阿媽，但係周興哲同埋炎明熹嘅聲音響一齊，會有一啲浪漫嘅意味，一個柔情，一個明銳，好似情侶同媽媽嘅對話。呢個評價信息量好大。首先，好港樂嘅舞台 ，Gigi 當年就係靠聲生不息港樂季打開內地市場，而家再次展現港樂魅力，可以話係回歸初心，同時亦係一個升級。第二，一個柔情，一個明銳。呢個正好印證咗我上條片嘅分析。周興哲嘅溫暖中低音做地基 ，Gigi 嘅空靈高音做天際線，兩種聲線互補，化學反應十足。好啦，講完專業嘅評價，我哋睇下普通網民嘅點講。自從官方公佈咗 Gigi 參賽後，社交平台已經俾資源粉洗版，主要嘅意見包括：終於等到 Gigi 上歌手啦！由星夢到而家睇住佢一步步成長，好感動。一個話周興哲 cross 炎明熹呢個組合，我真係冇諗過，好期待佢哋嘅化學反應。一個呢就話顏色原曲已經好聽 ，Gigi 唱 R&B 一向有水準，今晚一定好正。響豆瓣同微博嘅音樂討論區，網民分析更加深入，有人擔心選曲問題。顏色係湯令山嘅作品 R&B 風格 ，Gigi 唱功應該冇問題，但係周興哲未唱過呢類歌，唔知夾唔夾。有人對 Gigi 有信心 ，Gigi 係長沙草莓音樂節唱小小蟲 R&B ad-lib 好正，證明佢駕馭到呢類風格。周興哲係專業唱作人，改編能力強，唔使擔心。有人呢就聚焦聲線嘅配搭。周興哲把聲溫暖厚實 ，Gigi 把聲空靈清澈，一口一搏，應該好搭。講完大眾意見 ，Man 哥咧都要提下小眾甚至係逆風嘅聲音。有部分樂迷咧認為 Gigi 同周興哲揀顏色作為比賽歌曲，可能唔係最穩陣嘅選擇。咁佢哋嘅理據咧就係顏色嘅旋律相對平穩。冇傳統比賽歌嘅大爆發位，湯令山嘅版本係偏於 lo-fi 氛圍感，未必適合比賽現場。同場其他歌手揀嘅歌，好似彎彎的月亮，借過一下更加大路，更加容易得到現場觀眾嘅共鳴。不過呢，亦有支持者反駁，Gigi呢從來唔係一個追求穩陣嘅歌手，今次揀顏色正正係佢一貫作風。做自己唔跟風。好啦，淘汰嘅風險，周興哲會唔會被淘汰呢？
根據有部分嘅媒體分析，今期比賽嘅淘汰風險集中響張碧晨同周興哲身上。有網民係擔心，如果周興哲被淘汰，會唔會影響支持呢？Man 哥嘅分析就係支持係幫唱嘉賓，唔係參賽者。無論周興哲最終成績點樣，都唔會影響支持嘅聲譽。而且能夠登上歌手舞台已經係一個肯定，成績係次要。講到支持，不得不提佢最近一個感人嘅自白。喺香港01嘅專訪裏邊，支持坦言自己曾經無數次諗過放棄做歌手。佢話呢段期間我都有諗過，算啦，我唔做歌手啦，因為我其實最開始嘅夢想係做護士嘅。支持呢就笑住講，當佢將呢個隱藏多年嘅秘密講俾一個舞台劇嘅朋友嘅時候呢，對方呢當場呢就嚇傻咗。佢話吓，估唔到你喎。不過呢個朋友呢即刻就講一句話，成為咗點醒支持嘅心靈雞湯。佢話其實你喺音樂上面都可以做一個護士㗎，意思就係歌聲同樣具備治癒人心、撫平傷痛嘅魔力。呢句說話令支持豁然開朗，決定繼續堅守，用另一種方式去醫治聽眾。今晚支持將會喺歌手舞台上用佢嘅歌聲去治癒全國觀眾，呢個就係佢嘅護士哲學。講咗咁多，Man 哥要做一個終極預測，今晚嘅表演有咩睇頭，同埋我有咩擔心。睇頭一，聲線化學反應，柔情相對明銳，周興哲嘅柔情同支持嘅明銳形成咗一種獨特嘅對話感。我哋可以期待主歌部分，周興哲用溫暖嘅中低音帶入，支持用空靈嘅高音回應。大家都知道支持嘅中低音係好靚好細膩，所以我期待中段支持會表演佢嘅中低音，然後兩人再合唱，咁我哋就會聽得好正，好滿足噶啦。好啦，副歌部分，兩個人就一定會有和聲疊唱，支持嘅高音響上面飄，周興哲嘅中音響下邊托住。結尾部分就最好有即興嘅 ad-lib， 支持展示佢嘅 R&B 天分，我最期待，咁就最完美。好啦，睇頭二，改編驚喜，原曲由湯令山一個人演繹，氛圍感強，但係相對平靜。今次由周興哲同支持合唱，相信會有一定程度嘅改編。可能改編嘅地方就係加入和聲編排，突出兩個人嘅聲線對話感，調整節奏，令歌曲更加適合比賽現場。第三結尾就可能會有升 key 或者即興發揮，將情緒推到最高。睇頭三名就係支持嘅舞台自信，由2021年聲夢決賽嘅緊張怕醜，到今晚歌手舞台嘅鬆容自信，支持嘅成長有目共睹。長沙草莓音樂節嘅成功，證明咗支持響萬人戶外舞台一樣壓得住場。今晚嘅歌手舞台，觀眾規模更大，壓力更大。Man 哥有少少擔心，支持呢排咁忙，驚佢唔夠時間為歌手呢個表演準備。歌手係全國直播，唱功嘅最大考驗。顏色呢隻唔係普通嘅歌，講古仔加埋 R&B， 超考唱功。講古仔一定要打到入心， R&B 部分一定要有表現，否則會扣分。R&B 尤其是 ad-lib， 好考天分同感覺。如果冇天分同 R&B 感，你點學點練都練唔到。支持剛剛喺長沙草莓音樂節表演小小蟲嘅 R&B ad-lib 好正，我好期待佢呢次響歌手同 full band 室內大舞台同周興哲重新演繹顏色呢隻唔係咁大路嘅歌，會超好聽。其實呢個挑戰係我一直都期待嘅，我相信係會出現，但估唔到會咁快就出現，支持咁快就要應付。不過我對支持嘅天分、能力、認真有信心，我相信支持會用最佳狀態去迎接呢個極大挑戰。最後 Man 哥想同大家講，2026年6月5日星期五晚上7點半
呢個時刻將會係支持事業嘅另一個里程碑。由星夢傳奇冠軍到歌手2026幫唱嘉賓，由香港紅館到全國直播舞台，Gigi用5年時間證明咗自己嘅價值。今晚 Man 哥會準時坐響電視前，見證 Gigi 響歌手舞台上發光發亮。你呢？播出時間晚上7點半，播出平台湖南衛視芒果 TV。如果你都期待之言嘅表演，請俾個 like、留言同 Man 哥分享你嘅心情，訂閱我嘅頻道。我哋今晚見，拜拜。